World 嚟多個，主持張偉信。Hello， 大家好，又同大家傾下偈啦。咁今次真係比較隨意嘅，即係冇話一個點樣好特別大嘅主題嘅，即係只不過呢排都真係喺睇翻多啲戲嘅，發現到台灣真係好多選擇。咁而見到喺香港又繼續有其他唔同嘅古怪嘅方式去限制咗大家睇戲啦。即係我上兩集都曾經講過，即係由最初點樣。即係出邊嘅商業嘅自己一啲嘅自律啊，到後面就係可能係講緊真係修改咗電檢條例啊，到後尾個電檢條例越嚟越模糊啊，到而家嘅就真係可以係金像獎嘅事件啊等等咧，都覺得係即係佢喺嗰個係要對一啲去願意喺藝術上高去表達自己人嗰個限制同埋打壓係越嚟越嚴重。咁最近即係可能呢單新聞冇咁大嘅，咁可能但係如果有留意都知道，如一咧就係本來就係想辦一個旅行團過嚟，咁嚟台灣玩下，咁同埋都係睇其中一個活動就係睇戲嘅，分別睇兩套香港睇唔到嘅戲，就係《自殺通告》同埋《大夢》。咁結果最後咧，咁當然佢哋都冇糾纏落去或者講太多啦，因為即係又唔係話唔俾你個人你飛過嚟睇咩戲都得啦。咁只不過佢一團人嘅時候咧，佢都要，即係好似好怕你聚埋一班人一齊做啲嘢咁啊。結果都要，因為佢要有旅行團去承辦噶嘛。咁據我所知就應該係嗰間旅行社受到壓力，咁最後都係即係最後嘅消息就係冇搞到嘅。咁究竟有冇佢哋揾到台灣嘅 local tour，然後有冇辦法去解決呢件事咧？我就冇再問啦，都唔清楚。咁然之後又再傳喺一個消息，好似話係。嗱，當然呢個暫時嘅資料來源咧，就係純粹係喺 YouTube 度聽到阿蕭定一先生講嘅啫，就冇乜其他來源嘅。不過都有人都講，其中九把刀嘅呢一套功夫咧，應該大家都諗住係一套會幾受香港人歡迎嘅一套賀歲片，好似都真係暫時都未睇到。香港有排期嘅，咁有人係估計係同九把刀嘅一啲言論係有關，可能佢呢套戲都一樣係唔能夠喺香港上映。咁呢個又係另一樣嘢咯，即係頭先見到去到金像獎，即係已經金像獎今次唔係業界自律嚟噶嘛，係唔知一啲咩人喺入邊強行做一啲嘅嘢，令到一啲戲唔能夠入圍。咁你就變咗，其實會影響到之後啲人開戲咧，會好考慮啦。即係究竟係嗰個題材唔得啊，定係邊個人唔得咧？咁會影響咗你，又會諗多咗嘢啦。咁如一嗰個事件咧，就係限制咗香港人，甚至乎想去外邊一齊去睇套戲咧，好似有啲困難喎。即係將來譬如舉個例，竟然有一套唔係竟然嘅，我覺得有可能發生㗎。有一套香港嘅唔能夠上映嘅香港人喺外邊拍或者香港拍都好嘅戲，係能夠得到一個喺外國一個比較好高榮譽嘅影展嘅肯定嘅時候，會唔會嗰個團隊去參加都被禁止咧？會唔會有觀眾想去睇喺香港拉隊去睇都唔得咧？即係你見到係，即係你冇得估啊！已經去到一個地步，然後跟住去到九把刀，一個已經唔係香港人，但係因為佢嘅一啲言論嘅話咧，都唔能夠上映嘅時候，咁個限制真係會越嚟越多。係啦，其實真係好奇怪，咁但係都冇乜辦法噶啦。觀眾嗰個限制係越嚟越多啊，同埋仲有啦，今日睇個新聞啦，即係先浪潮唔獲得呢個藝發局資助之後，最後馬浚偉咪嗰陣時佢當佢係藝發局電影及媒體小組嘅時候咧，就重新做過一個類似先浪潮咁嘅嘢，其實一模一樣咁滯嘅。睇翻個簡介，又係揾啲人交劇本，跟住又俾錢你去拍，又係揾一啲業內嘅導師去跟進。咁即係會有一啲業內嘅導師，即係譬如一啲可能電影導演啊，以前先浪潮都會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去跟每個 project 咁嘅。咁結果最後申請到呢筆錢嘅就銀刀機構咯。佢要去到俾到銀刀先放心噶啦，即係而家去搞一啲咁嘅嘢嚇。咁所以希望香港嘅年輕人雖然機會唔多嚇，
真係而家拍戲機會唔多，但係你可以先浪潮都起碼每年都仲有8部啊。自己諗下辦法去揾錢啦，即係非必要時，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純粹我意見啦，我真係覺得唔可以再諗話我都係想拍嘢啫，咁都係申請啦。咁我相信銀都機構嗰個限制係非常之大啦，一定會，因為佢係一個左派嘅機構啦。二來你係好似彷彿你都好支持呢一個咁嘅，咁除非你真係支持啦，係嘛？咁但係我相信如果你好唔支持佢哋嘅背後嘅理念嘅時候，又真係為咗錢去參加啦，咁大家真係自己諗下係咪值得佢咁樣去犧牲咯。反而我就對於坊間嘅一啲作品我又唔係咁絕望嘅，即係雖然成日就話香港，即係我已經唔係講緊獨立電影香港上唔到嗰啲，就算上到嗰啲都好咧，我又覺得始終係會有人拍嘅，甚至乎今次有啲人有個別嘅我哋估計係因為人而唔能夠入到金像獎咧，都有人會照用呢一啲人去拍戲。我相信喺香港有一啲人可能低成本啲。即係譬如我未有機會睇啦，再見 UFO 嗰個同埋另一套咩 UFO 離奇事件啊，即係兩套 UFO 喺年尾嗰個口碑都好好啦。咁我又始終都會對香港嘅電影業嘅發展係悲觀，但係對香港本身嘅創作人咧，我就覺得都真係就算唔係講緊一啲喺度做緊一啲喺個完全建制以外做緊一啲係根本香港上映唔到嘅戲都嘅電影都好，都一樣有人咧可以喺香港嘅環境咧繼續創作到好戲嘅，因為始終最多人才我相信暫時都係香港，好多題材都仍然在香港。咁呢點我覺得我哋都仲係要繼續留意同埋鼓勵嚇，甚至乎。咁當然 Tyson Yoshi 嗰個就係另一樣嘢啦，佢自己有佢嘅資源啦，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啊，佢嗰兩個短片。好，咁但係呢啲我略略講咗之後咧，反而我自己個人嚟講，最關注嘅都係一啲係喺海外拍咗，即係成日譬如就係好似話今次如一想過嚟睇自殺通告，想過嚟睇大夢，咁。我就係覺得我嘅位置，可能就可以講下俾大家聽，仲有啲咩戲係可以留意下嘅。咁譬如而家嚟講咧，真係唔多嘅。不過即係早一年都令我幾興奮嘅，就係出現咗呢個嘅顏色自取樣盤 .mv。咁亦都有喺我都未睇嗰套喺英國嗰邊咧，就係一套叫做風繼續吹啦。亦都有一個記者咪拍咗一套叫做《靈化飛灰》，咁嗰個喺台灣有機會睇到。咁你見到陸陸續續咧都仲有一類咁嘅戲啦，自殺通告啊。咁不過可能而家好多人咧做呢啲嘢都未必咁張揚噶啦嚇。咁但係一路我都希望係不斷係會有啦。咁但係近期我覺得比較值得留意嘅咧，就係陳梓桓啦。其實陳梓桓係有新戲，咁係一個短片嚟嘅。係高雄拍，即係高雄電影節嗰邊嘅支持啦，佢哋嘅資助嚟嘅。咁就係拍咗一個叫《黑暗時代的虛構狂想》。咁嗱，好老實講句，因為佢短片得半個鐘頭咧，咁暫時嚟講係我覺得唔完整嘅。佢因為想講嘅實在太多啦，有可能包括咗想講呢個電檢啊，覺得喺香港生活嘅唔安全啊，揾緊出路啊。有講緊同獄中嘅通訊啊，究竟係獄中放翻出嚟嘅人點樣將佢哋嘅經驗又化成創作啊？咁但係咧，我又覺得佢成嚿嘢，咁佢自己都話咧，佢係想發展成為長片嘅。咁我希望佢可以繼續揾到資源俾佢去完成。咁我覺得最值得欣賞嘅、難得嘅就係我成日就係覺得我哋唔係話完全放棄，唔諗以前。咁樣去向前啊，唔係嗰啲完全將自己以前唔忘記，跟住重新去做一啲新嘢。仍然我哋知道有好多嘢我哋抌唔低，但係一定要知道個創作方向同埋你所講嘅嘢，亦係要前進嘅。咁我覺得佢今次就係能夠將個攝影機係向住佢自己，係好誠實地去反省下，究竟佢喺呢個時代。做一個拍電影嘅人有冇作用咧？即係包括埋思考埋喺世界發生緊咁多嘅事，
咁我哋香港嘅事係咪真係仲咁值得關注？自己擺落去呢個時間究竟值唔值得啊？有呢啲懷疑啊，佢都有去誠實咁去面對嘅。咁同埋係真係我特別中意嘅一部分咧，就係我頭先講係喺香港嗰種好似無形地被監視嘅恐懼，對周圍嘅唔信任嗰一種，佢係亦都處理得好好。咁係咧，但係我就係話，因為佢好多嘢，其實你話好好，每一段都好，包括話佢同一個獄中嘅手足一齊去創作故仔啊，嗰段又係好好，方向就好好噶啦。而家就係好似一個半個小時，好多嘢想講嘅，未係好完整嘅作品，咁但係有潛質嘅，咁係值得，即係我覺得係我而家現時知道嘅，係一個好值得留意嘅作品啦，就係叫做《黑暗時代的虛構狂想》，陳梓桓嘅。呢個我就係因為係高雄拍嘅短片，都有機會喺呢一邊嘅光點華山裏邊去上映幾場咁樣，所以有機會去睇到。咁所以就係睇翻下，就係我頭先都話台灣其實好多選擇。其實香港一向都好多選擇嘅，以前我哋都習慣於但係好老實講，呢邊係真係更多，因為呢度好似不停係有一啲電影節舉行緊嘅。呢一類嘅短片比賽啊，呢一類即係台灣好多人拍短片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資助咁嘅。呢啲固然好小型嘅嘢。咁公眾未必好留意嘅，咁但係我哋識嘅人咧都會有時有人邀請啊，或者大家知，包括我哋舊年自己搞嗰個香港嘅短片比賽啦，都係呢一類咁嘅嘢啦。咁但係你話大型少少嘅影展都真係唔少嘅，譬如好似伊朗嗰位導演咧 Panahi 嘅It Was Just an Accident 啦，咁我都係當然我最初唔知道佢係我以為我錯過咗，因為香港做咗好耐，咁原來佢係未上映，咁嗰個發行公司本身可能就有好多呢啲康城影展嘅參展嘅電影嘅，咁所以佢就集合嚟做咗一個嘅。我最初以為係舊年嘅回顧，點知原來一個影展係佢，當然有啲係做過嘅，即係總之係一個呢一兩年嘅康城嘅一啲電影嘅回顧，咁樣都集合咗一個展喺誠品度睇嘅。咁又譬如眾生相啦，即係當然唔會話票房真係非常之好，但係以一個香港導演去拍嚟講，一套好冷門嘅電影咁樣去處理嘅話咧，亦都算做咗幾耐係有人睇嘅。咁另外最近亦都睇咗一個日本新浪潮嘅影展啦，亦都去重溫翻，有啲第一次睇，亦都有啲係重溫翻嘅戲。你睇翻真係選擇好多，我特別覺得日本新浪潮俾到我都有一定嘅衝擊嘅，有幾套戲嚇。又去翻我講緊香港嗰個創作，你話而家一啲嘅獨立嘅創作，我諗都唔係淨係香港嘅問題，全世界嘅一個問題嚟嘅，係即係點解嗰陣時嗰啲新浪潮啊，度嘅新浪潮都咁犀利咧？咁我其實一路原來我自己都搞錯咗，我以為係法國新浪潮一路帶起咗全世界嘅新浪潮一路去，咁但係原來而家你睇翻今次個影展嘅安排咧，其實最早期嘅戲喺日本叫做出現新浪潮係1950幾年嘅啦，即係可能係已經開始係差不多嗰個年代係有一套咁嘅思潮，可能大家都對片廠嘅嘅電影，對電影工業裏邊嘅電影感到厭倦，所以嗰啲戲唔係淨係話喺個題材上好關心一啲唔同嘅嘢，好多時候喺製作都好大膽啦。譬如我今次真係第一次認真去睇鈴木清順嘅作品啦，咁你覺得佢淨係啲槍戰嘅拍法都已經好精彩嘅嚇，你當然亦都可以，你就係覺得好似係斷了氣咁啦，係嘛？即係好多跳接咁，但係我覺得佢更加有紋路嘅，因為斷了氣嘅時候嘅高達係為咗打破嗰個荷里活嗰個規則啊嘛。咁但係我覺得鈴木清順有個好有趣嘅地方，佢就係建立咗一套我係好理解嘅規則喺入邊嘅，即係佢所有嘅反應啊，點樣都好似感情先行嘅，即係譬如可能嗰度仲開緊槍，明明應該指個中槍，但佢已經喺嗰邊死咗，然後好有感情地嗰個殺手離開啊，又出音樂啊，即係中間跳咗好多嘢係好有趣嘅。我相信即係唔係真係，我記得係若干年前喺香港
曾經做過鈴木清信嘅回顧嘅時候，就好多時候好似好強調咗，好似好溝咁嘅。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嘅電影語言係好厲害。而家都冇乜人可以咁樣拍嘢嘅。咁你其他大島渚啊嗰啲嘅更加冇講。反而老實講咧，題材上高咧，可能今日睇係有啲係未必好啱嘅，都唔定。又唔係唔啱，而係可能年青人咧代個表達有啲唔同啦嚇。不過可能都我又覺得同呢個年代係有關係嘅。嗰陣時就係淨係因為有好多主流嘅電影，咁而且個主流嘅電影嘅模式咧係幾貼近嘅，即係嗰啲全部大片廠，所以觀眾亦都會受落一啲同片廠制度好唔同嘅嘢，即係譬如香港都係曾經追過新浪潮啊，又或者當時即係喺個好商業嘅電影好旺盛嘅時候，咁有啲人又會追求一啲，即係有部分可能開始厭倦，於是出現一啲咁嘅新嘅形式係唔出奇。咁而家根本就係嗰個電影工業全世界都唔係咁樣，即係好多年輕人可能根本就連一般類型片嗰個去睇類型片嘅習慣都唔係咁多，咁所以變咗都冇乜嘢，更加冇乜人走去反呢啲嘢，即係反而企理理正正經經去做一套戲已經好困難，可能係咁嘅原因啦。咁所以有陣時啲戲出到嚟就會係平淡咗啲啦嚇。我自己形容係即係或者應該係講佢個喺個影像上高，喺喺影像上高，喺電影語言上高對我嘅刺激係細咗咯嚇。咁呢個都冇乜辦法噶啦嚇。咁我都見到好多電影教育嘅人都去成日都講啲嘢，去諗呢啲嘢。即係我諗，首先我哋年紀大嘅都要去認真啲睇翻先。曾經譬如啲60年代對我哋影響力好大，我而家睇到仍然好驚豔嘅戲，就係講一啲我出世嘅時候嘅戲啊嘛。咁一啲再前啲30-40年代嘅戲，我因為讀書我都要睇，但係的而且確咧，喺我讀書嘅時候嗰啲戲係對我反而冇咁大刺激嘅嚇。反而調翻轉咧，有啲商業片就刺激大喎。嗰啲傳統嘅荷里活片啊，或者默片啊，Buster Keaton 啊、查理啊嗰啲就好好睇。但係如果你話一般嘅戲咧，係我都覺得嗰個刺激大啲。咁而家呢一啲學生係講緊2000年出世嘅喎，會唔會係揾一啲90年代或者甚至乎千禧年以後嘅一啲片嚟開始引起翻佢哋對唔同嘅電影嘅興趣咧？係咪都係一個方法咧？咁因為有一啲可能諗翻下係咯，喺佢嘅成長，佢真係睇嘅戲同我哋好唔同㗎。如果過去啲20年更加添，諗下好多嘅類型片已經唔覺咁喺度消失，或者嗰啲類型片都唔係咁類型啦。即係諗下而家好多戲都未必可以將三幕劇嗰個 structure 放入去添㗎啦。嗰個即係一啲主流片都咁，會唔會調翻轉都？我諗冇話進唔進步嘅，但係都係大家要思考下嗰個方法。即係一方面當然我哋好想仍然睇到一啲好刺激嘅新嘢啦，咁但係亦都要同翻佢哋嘅角度去睇，究竟佢哋想做啲咩嘢咯。都係想睇多啲添嘅，不過真係個影院咧，即係個國家電影中心係真係比較遠，比較麻煩。咁亦都佢全部主要安排 weekend， 不過好似仲有排做嘅啊。如果觀眾成日都話咁想去第度睇戲，我相信香港喺短期內咧，一啲日本片嘅回顧都唔係咁容易做噶啦，因為知道做親電影節要回顧啲就係需要資助噶嘛，需要資助嘅話咧，日本片都難搞噶啦近日。咁所以係咯，大家中意嚟睇戲，如果嚟旅行又唔會覺得嗰度好遠嘅。咁我相信2月佢仲有幾多場次，咁佢間院係大嘅，所以應該都買到飛。咁我今日睇一啲近日一啲台灣嘅觀影經驗，同埋又係對呢個香港即係繼續用無所不用其極嘅方法去限制大家去睇戲同埋拍戲呢樣嘢，講咗少少意見。咁但係我仍然係相信拍戲啫，大家都仲有方法去應對嘅。